挑戰，今日分享1分鐘學識彈走任何人。首先要錄4條片，第一條片呢就咁行過嚟跳起身，第二條片係喺牆前面跳起，第3條係一個吉嘅畫面，第4條係一個彈手指嘅畫面。之後打開 CapCut，入翻啱啱影嗰4條素材。之後第一條行過嚟跳起身嗰條片，去到準備跳起身嗰下撳線性分割，分割後面嗰 part 撳移除背景，自定移除，highlight 翻個人就會得翻退底嘅自己。之後撳重疊，拉到下個場景係吉嘅畫面，將吉嗰條片同埋退咗底嘅自己時間線拉到大約0.5秒，喺退咗底嘅自己開頭打個關鍵幀，喺呢條片嘅最後縮細自己個人拍落牆對翻下一條片自己個位，之後拍埋牆嗰條片夾一個空中嘅畫面，撳線性分割 delete 咗開頭嗰 part， 咁就得出一個飛去後面嘅畫面。最後一 part 係加翻隻手指，撳重疊新增重疊入翻隻手指，之後撳移除背景自定移除 highlight 咗隻手指，跟住對翻個位喺彈嗰下退後，喺彈飛嗰下打個關鍵幀，再喺前少少拉出去會自動打個關鍵幀，之後同樣地喺彈完嗰下打多個關鍵幀，再喺條片最尾拉翻隻手出去，關鍵幀就會自動打上，咁就做完一個彈人走嘅動作啦。如果想要更加逼真呢，可以喺彈嗰度加翻個動畫幻影，咁就搞掂啦。